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胡歌这边没开了吧？应该是已经开了。已经开过了是吧？好，没事，等一会儿我问。这个问题肯定很多人也问过你，离开舞台，我感觉肯定还是想念舞台的，所以讲的也是西园栏目的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婷婷，很高兴今天能通过网络的这个方式跟大家见面。这个方式很特别、很现代、很创新，我非常的开心。那么，我想今天跟大家聊聊我的从小到大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从小到大的一些喜欢文艺的一些事儿。那么其实呢，我原本是怎么说呢？不熟悉粤剧的，我对粤剧是一点概念都没有的。因为我是生长在一个京剧的家庭，我的父母呢是唱京剧的，我妈妈呢是黄桂秋爷爷的学生。大家应该知道黄桂秋，他是能称为是江南第一旦的一位名家。我妈妈是他的学生，那我爸爸是唱京剧小生的，那我姑妈呢也是唱京剧的，那么她也是当年的一代大师张一鹏的太太，还有我的表哥、我的叔叔、我的婶婶，所以我家庭里面呢，应该说很多的亲戚、朋友、长辈都是唱京剧的，所以我从小到大呢，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因为我是北京人，从小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所以呢，家里的一些交流呢，也是用普通话来交流的。当然了，我小时候的一些同伴啊、玩伴啊，那么都是说的本地的上海话，因为我毕竟是长在上海的。那么，其实从小到大，我的记忆当中呢，说不上我喜欢唱歌跳舞，但是呢，对音乐呢，确实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感觉，喜欢。那个年代，我小时候应该是60年代的时候啊，没有像现在的这个传统戏的开放，所能听到看到的都是现代戏，所以一到双休日吧，收音机里打开的都是那些样板戏，《红灯记》呀，那个杜鹃山啊，反正都是样板戏，包括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那当时的我呢，每到双休日或者是不上课，或者再小一些的时候呢，在床上就听着这些歌，听着这些戏，可以说我每个人物每一段唱我都会唱，从样板戏一直到歌剧，哪怕是《洪湖赤卫队》里面那个拿着碟儿唱歌的那段我都会唱。所以说呢，从小到大虽然没有像现在的小孩有这么多的班可以上，有这么多的文艺演出可以去参加，但是确实在家里面就是收音机耳濡目染的给我带来一些文艺的熏陶，还有家庭来往的这些朋友。
你们也许不知道，我从小真的是见过很多京剧的大家。那个时候我听我的父辈们说，来了这位曾经是上海第一包公的李如春，对吧？还有再来一位是非常棒的一位武生刘武力，对吧？都是这个，而且他们不是说难得到我们家来，3天2头到我们家来做，来聊戏。我可以坐在一下午听着他们聊戏，听他们聊之前他们年轻的时候在江湖上演出的这些戏，听他们说在舞台上表演时候哪个角儿好，哪个角儿棒，哪个角儿什么眼神什么步子，我真的是听的是津津有味。那个小孩儿，那么当初因为这个传统戏嘛，脑子里没有概念，就是听他们说，听他们侃。在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进了那个就是我们上海大家都知道医大会址，这里旁边就黄陂南路第1小学。那个时候，这个小学呢，它是一个专场是什么呢？是民乐。民乐。那时候呢，我一到小学，只要一进到这个学校，民乐专门有一个操场旁边有一个小的教室，所以他们来上课提早45分钟，这些小孩在里面练琴。那我都一直去听，一直去看。那时候我记得他们的乐器有二胡、中阮，还有琵琶、柳琴，反正是我民族乐的这些弹拨乐，还有一些弦乐在里面那个练琴。但是这些孩子呢，上课前在里面练，平时呢他们会到少年宫，有专门的老师去辅导他们。那么可能1、3、5、2、4、6分一分，他们在学校里也能在专门的音乐教室，帮他们排一些大合奏啊，还有就是小合奏之类的这个曲目。那当时呢，我就天天去看，看了回来呢，有一次我奶奶跟我说，我奶奶跟我妈妈说，他们那个妈妈，你这个小孩昨天做梦，2个手在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就这么像弹琴的这个姿势一样的。他说小孩你既然喜欢，能不能给他去，我们去买个琴。其实我妈妈呢，虽然是演员出身，可能是经过了那个年代之后呢，她确实不太想给自己的小孩再入这个文艺的行。她就跟我奶奶说，不用了，我们就不吃这个饭了，就不用再去学这个了。她看一看小孩，也就过了这阵子，可能就没这个心情见了。那么我奶奶1、2、3一直在跟我妈妈说，其实这个小孩还是不单单是做梦，白天会想，跟我奶奶说，就是一种属于这种跟着父母一定要学的这种状态，跟我奶奶去说这个事儿。我奶奶跟我妈说是，结果呢，我妈妈倒真的给我奶奶给说了心软了。她说其实既然这样，我们就买一个乐器吧。那时候我1年级的时候人小嘛，就买了一个柳琴，我记得柳琴就开始学。哎呀，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拿到这个琴的时候啊，可能那个年代嘛也是对这个教学的分数啊什么，可能没有现在孩子的父母压力这么大。我一天要花在这个练琴的时间差不多3到4个小时。那我记得最清楚，我刚开始学这个柳琴的时候，这个弦儿是3根，等到我从柳琴变到琵琶的时候，这个柳琴已经发展到4根弦了。那当时我弹柳琴呢，弹到最好的一个柳琴的独奏曲就是《幸福泉》这个独奏曲，我记得。那么随着我的个儿的长大，人的长高，那么我开始学琵琶。那么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到少年宫去学习，跟随了也有那个琵琶大师的魏从乐先生的儿子，我那时叫他魏指导的魏指导来教我琵琶。真的，我觉得那个年代吧，
我记得我们弄堂里面最起码有4个女孩子是弹琵琶的。一到夏天啊，这太热闹了。就是我家里住的是上海比较标准的石库门，有天津课堂前楼的这个石库门。那么我隔壁那个女孩呢，她在2楼的这个阳台上练，我在家里的这个天井里练，其实声音听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在我们弄堂里面又拐弯的一个女孩在2楼在练，再过去没有几个门面又有一个女孩在2楼练。反正就是我们这条弄堂里面4个女孩，就是一到夏天像一道风景线一样的。那么我奶奶那个时候啊，真的是也喜欢我，每天嘛，夏天那个时候我家里管教也非常严。你知道我小时候弹琴绣花，真的是这样的。我哥哥是学那个书法毛笔，就是那个时候住房条件大家都不好，到了夏天可能到弄堂里呀，或者是马路上去乘凉。那我奶奶那个是绝对不让我出去乘凉的，只能在阳台里，或者是只能在自己的天井里面你练琴。他哪怕一把扇子跟你打扇，他就跟你打扇。你晚上练2小时，他就跟你打2小时。反正打完之后呢，以前我们家里过去有一条马路，他点心很多，完了以后他会帮你买好所谓现在的叫夜宵。我记得那个时候叫那个小馄饨啊，还有那个牛肉包啊，反正各式各样，他每天跟你变着花的帮你买点心。然后你再练琴，他给你打扇，打完扇之后他就给你吃点心，吃完点心你稍微休息洗一洗，好睡觉。其实那个时候吧，我觉得上海好像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那个时候也没空调，所以我奶奶老跟我说一句话，心静自然凉。她说你心只要静下来，人不会觉得很热。而且就是那时候叫睡的这个席子，我记得叫台湾席，就是相对来说比草席要凉一点的那个时候啊。那么我觉得上海没有现在这么热，也就没有空调，最多打扇。到后来啊，有那个华生牌的那个电扇，家里买了一个。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学琵琶学了7年，在这个当中呢，琵琶十面埋伏啊，阳春白雪啊，春江花月夜啊，就这一类的，我应该说琵琶的一些独奏曲我都会弹。而且呢，我可以这么说，可能当时小孩吧，对弹琴的这种韵味来说可能会比较缺乏，但是我的技巧应该说还是蛮好的。因为我每天那个时候我还是这么说，就是做功课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每天练琴的时间会蛮长，4个小时，甚至于4个多小时，就是不上课的时候，就是练基本功啊，这个练习曲啊，速度很快。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确实就是练琴练的时间很长，应该说还可以。到少年宫去演出，总归是2、4、6会去接待外宾啊。反正在学校的时候呢，自己也有一种优越感啊。每到星期2、星期4、星期6我去少年宫接待外宾了，要么出去演出了，2个小辫一扎，对吧？特别的那个开心。让我最记得的，我小时候那个时候一件事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为我们3个女孩，那时候弹柳琴的时候，3个女孩拍年历。大家都知道，那个年历，如果是说能够叫你去拍年历的话呢，哎呀，每个小孩都非常开心，每个家庭也非常开心。那时候呢，就说你小孩必须准备自己的衣服，这个衣服呢要求我们是白衬衣，有花边的白衬衣，最好是那种背带的这个裙子，要花的裙子。那个年代真的花布很少很少的，都是一色的。因为我们平时演出的这个背带裙啊，它就是蓝色的白衬衣，蓝色的背带裙，它没有花布的这个背带裙。那么拍年历它是要这个花的。那我记得我那天吧，我妈妈
可以说跑遍了整个的小个上海，就为了要买一条这个花的连衣裙。而且我妈妈恰恰看到这个连衣裙就在那个橱窗里面，它是样品不卖的，所以我妈妈为了帮我买这个花裙子，确实跟那个服务员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精力。到了晚上，终于把那条裙子拿回家，她把我连夜做好，第二天去拍了这个年历片。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记忆犹新。我母亲对我真的是非常的宠爱。那个时候，她把她年轻时候的漂亮的旗袍、漂亮的衣服，那个年代已经不能穿了，她改成我的衣服或者是小马甲给我穿。漂亮是漂亮，那我小时候我根本穿不出去。我小时候班级里面跟我说，这韩丁丁穿出来老师是奇装异服，因为他跟我是收腰的，因为那个年代哪有收腰，就是直的，而且他用的料，我记得那一年是黑的丝绒的这种料，一件黑的马甲里面那件，就这种料当时也非常少。那么我妈妈辛辛苦苦帮我做好之后，她要我穿，我不肯穿。但她在我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就是你现在上学一定要穿去，我一定不要穿。我在前面哭，她在后面跟，就是这样。但真的是我妈妈当初就几件旗袍都帮我做了漂亮的衣服，我真的是，应该说我的童年还是非常的开心，就是有漂亮衣服穿。但是这个漂亮衣服不是那个时候年代到布店里去买来的一些布料，真的是我妈妈当时把自己很漂亮的衣服改成我的，小的外套穿，真的很漂亮。绝对的公主，小公主。对，那个时候，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那么其实那个年代的时候，我妈妈因为是身体不太好，留职停薪在家。那么说句题外的话，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妈妈留职停薪回家，因为我妈妈一个身体不好，如果没有这样的留职停薪，她肯定逃不过那一劫，因为她身体不好。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什么批斗啊，干嘛？我想她肯定非常伤身体，以至于就说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妈妈那个时候，我觉得她还是蛮英明的，就是说留职停薪回家。那么之后就那个年代，她应该说逃过了吃苦的这一劫。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呢，因为我爸爸呢一直没有离开过剧团。小时候我要说说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呢，从传统戏的时候他唱的是小生，但是现代戏的时候啊，他有一条好嗓子。你看他李玉和也唱，对吧？刁德一也唱，而且奇迹白虎团里面那个团长也唱。就是我记忆当中，我爸爸小时候真的是一条好嗓子。那时候我去看我爸爸一出戏，我唯一看过我爸爸现代戏的是一出《红灯记》。小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5岁不到的时候看他《红灯记》。红灯记大家都知道，李玉和最后一场是牺牲的。哎呀，我在下面，我妈妈跟我一块在看戏啊，看到他就是牺牲的那一场啊，我在下面哭啊，就我妈妈使劲的把我嘴巴捂住，就把我一把把我跑回家。跑回家之后呢，我还在那儿哭。一会儿我爸爸就卸了妆回到家里，我妈妈说：“那我不是跟你说吗？你爸爸会回来了。”那个时候小时候概念是比较模糊的，但是我就记忆当中，我看我爸爸，现代戏就是这出《红灯记》。那么之后改革开放以后呢，我看过第一出传统戏，就是《逼上梁山》这出戏，在我爸爸团里看的。我爸爸团里那时候他们年轻人刚刚就是毕业，刚刚入团，而《逼上梁山》我觉得好像演员也蛮多的。哎呀，我在后台开心啊！哎呀，女孩虽然是穿着这种宫女的服装吧，我觉得特别的漂亮。哎呀，我就觉得我要唱戏，我就跟我妈说我要唱戏，她说你别搞了，你别唱了。那我回到上海，我就跟我奶奶说，我说我不要弹琴了，我要唱戏了。那我奶奶说怎么去一次你爸爸团里回来变成要唱戏的啦？她说我说我要唱戏。
我妈妈说你现在已经差不多十多岁了，你要唱戏练功很苦的。我说我愿意，我就得唱戏。那么我妈说好，这样吧，你如果唱戏，最关键的你得有嗓子，你没嗓子你唱什么戏呀？她说这样，我叫一个朋友，就我妈妈以前也是一个拉胡圈的那个伯伯，她说让他来跟你调一下，如果你有嗓子你就唱，你没嗓子你就别唱。那我说好。那时候我记得那个伯伯来的第一次帮我教我一出，就是第一出是那个《玉堂春》。哎呀，没想到过一段时间啊，我还真有嗓子，而且嗓子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天爷可能命里注定是让我唱戏。但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究竟就是这么学能不能踏入真正的这个艺术殿堂，能不能真的唱戏，那只是喜欢。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唱戏调的时候呢是梅派，所以很多戏啊，你看那个玉堂春、霸王别姬，还有那个西施，还有就是贵妃醉酒，应该说梅派的凤还巢，反正很多还有这个宇宙风，就是很多的梅派的戏一出啊，都是这个老先生一字一句教我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下课差不多是2点半下课，他家里住的离我家不远，我下课放下书包就去这个老先生家去吊嗓子，每一次吊一出戏，也就是说从那个玉堂春的开始一直到结束，就是每一次调一出。如果说这出戏已经唱会的话，就是一出。那么那个年代，就是说你刚刚改革开放，你得学了之后你要唱啊，你得上台。就是我妈妈那个年代也说的，就是说你现在学，你得学身段呀，就是单唱是不行的。那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请了一个男旦，姓李老师，我记得。那李老师他的老师呢，就是魏莲芳老师。我记得我的启蒙戏就是宇宙风，好难的。宇宙风的戏很难。那个时候我记得我13岁的时候学了第一出宇宙风。我现在还非常非常记得，就是宇宙风上场开唱的一点动作。哎呀，我觉得这个老师到现在，我想来教的太好了，就是因为他的老师好，就魏莲芳老师好，也是男旦，他直接跟梅兰芳梅先生的老师，所以说他的动作，我可以说现在的年轻人没看过，没看见过，就是他是怎么甩起袖，里面的步子是什么样子，可以说现在孩子不知道。因为他跟我说，他说梅兰芳为什么好，他不单单是就是你能看得到的手势漂亮，他裙子里面的步子看不到的也很漂亮。他为什么把这个裙子能站得这么好呢？其实他的脚步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花旦，如果一个青衣，他扎斗腿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他的转身就是这一般的转身。但是梅先生脚下不是这个样的，他为了这个裙子好看，他是把这个脚是这样撑开这么过去，就这个裙子是撑开了这么过去，显得裙子特别漂亮摆动。就是我觉得我的启蒙老师他非常的讲究这个表演，也学到了就是说一般孩子不太能学得到的一些东西，就看家的活私活看到。那么也就是学了一出宇宙风，从写状到装疯这2场戏，我记得我演出了，我觉得那个时候在卢湾区的一个文化馆，现在的就是说交通大学医学院旁边有一个卢湾区工人文化宫，那个时候一个舞台，那么当时请了一堂乐队，请了一个花脸，请了一个哑奴丫鬟演了这个戏。那我还有一些那时候留下了一些那个黑白的那个剧照。哎呀，我觉得
这还是蛮过瘾的，很好。那么这场戏演完之后呢，我妈妈说：“哎，这小孩好像是这么回事儿，还是这块料在台上好像一点都不怯场，很稳，青衣嘛，因为。那么这个戏以后我又学了是玉堂春。玉堂春演这个戏呢，就是启介三堂会审。我觉得我唱的是启介，三堂会审是一位姐姐唱的。这个姐姐也是魏连华老师的学生。那个时候就这些老师都会带外地的一些学生到上海来学戏，所以这次演出呢是非常非常的荣幸。从启介到三堂会审，我见到了魏连华老师，也经过了他的指点，也演出了那个玉堂春的启介，他的一位学生比我年长很多，那个时候可能30几岁，我是14岁的一个小女孩。演下来啊，那我真的要今天很自豪的说，我当着那个魏连芳老师和那个大姐姐的面，那个时候可能魏老先生为了鼓励我，他就跟这位那个学生说，他说我告诉你，在台上你还没有这位小妹妹稳。那其实可能是他对我的鼓励，也许就是年轻小孩不懂，我就这么唱了，因为他们已经是演员了，他们可能会顾及很多东西，可能我没有顾及，倒并没有像老先生说的会这么好。我想这位大姐姐已经是位演员了，她不可能说我会比她好，只是可能我小放松，我不怕，所以很稳，你怎么教我怎么唱，所以一点都没怯场，也把老师教我，我就非常的完美的就是演下来了。所以那天我非常开心，我回来跟我妈说，我说妈妈，我比那个大姐唱得好。妈妈说人家是不一定这么说的，只是这么一说，你当不要吃。我说不是当不要吃，最起码就是我可以唱好，我能唱好。就那天我真的一晚上没睡觉。那么之后呢，我就学了《霸王别姬》那条剑。那条剑也非常棒，是魏先生教我的，也就是通过这个演出以后，他觉得我确实是块料，他就教了我《霸王别姬》，教了《霸王别姬》那条剑。那个时候啊，刚刚改革开放啊，我爸妈团里这些年轻老师都没有这么好的老师来教，我觉得他们还跟我学，婷婷你把这条剑来教我，这非常可惜。之后我真的忘了，因为可能从剑来说，它男的就是魏老师这套剑和一般的就是女的，她的这套剑的有一些动作的细致东西有一些不一样的，但是毕竟是梅先生比较系统教的嘛，所以教的非常非常漂亮。我还记得一些这套剑的一些东西，可惜整套的真的是忘了。那么我非常感谢这些老师为我就是打开艺术的这么一个灿烂的一个大门，我非常非常开心。这个时候，那个韩老师，您先喝口水，讲的太精彩了。首先，第一，您的起点就很高。第一，梨园世家不用说，遗传的肯定有的啊，文化氛围，家人的要求，这个包括魏老师，那可是梅先生早期弟子，真的是很厉害。你看您这个起点太高了。确实就是老的那个男旦，当时因为我小时候没接触过男旦，我妈毕竟也是花旦青衣，就是当我一接触男旦的时候，确实他们的整个的形体的表演动作细腻啊，确实还是有点区分的。你真的要做到男旦做得漂亮的话，他们的身上的功夫啊，他们要琢磨的东西啊，其实要比花旦还要来的花功夫，因为他要做的比你漂亮，对吧？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啊，我从启蒙的这2个戏，我就觉得，哎呀，可能就是说，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才能接触这些梨园里面的这些伯伯们、伯伯们、叔叔、哥哥姐姐们。那么从我内心来说，我非常非常希望是，唱京剧。那么等到我回过神来，那个既然说到京剧了，先别回过神呢，先给我们大家秀一小段京剧吧。玉堂春、启介，什么都行。
大家知道我离唱小嗓子啊，差不多有几十年了吧。那么我只能是唱一唱。如果说是有什么不好的话，也请各位见谅啊。我唱一个《凤还巢》。好的，好的，好的。日前离了夜清功力就是功力。没有，真的是太多年没有那个喊嗓，因为大家知道京剧吊嗓，你要每天都得吊的，而且现在我唱的粤剧根本发声跟京剧两码事，一个大嗓一个小嗓，所以真的是很长时间没有唱了。这一看就是，所以童子功，从心里面还是有京剧的一个结，所以说那个当时的时候确实很想唱京剧。那么很不巧的是呢，就是其实上海戏校在文革期间招生过一批，现在就是李占华呀、齐宝玉啊他们一波，在戏校的时候，就改革开放之后就没招。那个时候呢，其实学戏的我的还有一期的是谁呢？就是童芷苓的女儿童小苓，还有黄正琴的女儿黄小蝶，还有就是我。因为我那个时候除了吊嗓儿，那个排戏，早上练早功，早上天蒙蒙亮到公园里去练功。那个时候没有排练厅，到公园里去练功，所以我练功的时候会碰到那个黄小蝶，也经常会练功。但是呢，他们两个人的年龄比我大蛮多岁的，所以呢，他们倒进京剧院了，我10几岁进不去，他们可能20出头了，那我那个时候进不去。那么呢，就是戏校那波呢，也比我大，我也不能插班，就我那15岁嘛，15岁嘛。就戏校他们已经比我大个差不多4岁5岁，那么童小苓和那个谁，黄正琴老师的女儿是黄小蝶，又比我大，所以剧团也进不去，学校也进不去。那么那时候呢，我家里我妈妈有一个朋友，她也是政治班的一个唱小生的，叫夏能放，她呢那个时候在上海卢湾粤剧团当导演。他以前也是政治班的那个戏校政治班的一个小生演员，现后来当粤剧导演。他说：“婷婷，我知道你京剧嗓子好能唱，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是唱粤剧好啊？他说唱粤剧他是小生会红啊。他说你知道吗？现在你即使到上海京剧院一窝蛋，就是里面很多花旦。他说你唱不着戏，还不如唱粤剧吧。”那我说我粤剧不会呀，那为什么我会给他说打动了呢？就是说了有点心动了呢，去学粤剧呢。一个戏校不招，另一个粤剧院卢湾、静安都已招生完了，就剩一个虹口粤剧团。如果说你再不去的话，你就上海就没有团招了，你就跟这个戏曲就擦肩而过了，就没了。那我说。我去学看吧，我总得去看一下吧。我这个戏，我说一个感觉都没有的。他说这样，上海大众剧场粤剧院有一个戏，折子戏专场，你去看。他说也是那个时候，我知道那波老一辈的，也刚刚50几岁、60岁左右的，也都在演出。就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些老师还在剧场里演出。他说你去看一场，感觉怎么样？我说好。那个时候我就去了，你记得是大众剧场。我觉得最深的那天演出就是那个王文娟老师的那个就是杨开慧清唱的杨开慧彩唱，
我老师范瑞娟老师，我看的就是打金枝。哎呀，我觉得这打金枝，就是说怎么这么好看啊？就特别是公主发嗲的那场闯宫以后啊，哎呀，我觉得这么也好看，但是听不懂。所以说我回来之后，我妈妈觉得，她说你今天看的怎么样？我说我没听懂，但是我觉得这服装蛮好看的，就是漂亮。她要不你学学？我说我愿意学，我试试吧。她说你如果考之前你必须会唱一段吧，要不然你去考，人家说你根本听不懂又不会唱，你怎么考啊？我说好。那个时候我妈妈请那个谢老师。叫了一个上海越剧院的一个作曲老师上我家来帮我教我叫4句，官人好比天上月，就唱了这么4句之后，可能3天里面学会的。学会之后，我就拿了一个水袖，加这个水袖我去考了。哎，没想到，因为毕竟学了一些戏，水袖啊身上啊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说。他们真的也没有让我怎么开口，就看看我身上啊，看看我长相啊，身高啊，好，就录取了，就1试2试也就录取了，就开了一个这个口，官人好比天上月。录取之后呢，当时刚刚录取的时候呢，是到虹口越剧团的是随团学员，那么他们老师就觉得我是有基础的，我直接可以用的，那他有身段嘛，其实不然，就是说我是开不了口的，就身段。跑功率可以，但让我开个口说个话一点都不行。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卢湾、静湾、虹口，还有就是越剧院招生的这一波人啊，就到戏校去进行培训、培养，去回炉。那么我在团里随团待了半年之后，我才去回炉。在团里的时候是小生，是花旦。回炉了以后啊，到戏校。一进去马上就行当就换了，就让我唱小生。那么那个时候我真的也不敢跟老师去问，我也不敢问老师你为什么给我唱小生，我也不敢问，你学就学呗。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们已经学了将近半年，靴子啊、水袖啊，就完全按照小生的那个身段在练的。我刚刚进去。连靴子都发完了都没了，那么我只能每天晚上等他们有靴子的人练完功，我借过来水袖啊，这个台步包括圆场练一练。最要命的就是这个唱，因为京剧是小嗓子，你现在唱小声了吧，你都得大嗓子，就是我觉得我开不了口，因为发声不一样。尤其我觉得是唱范派，因为我们戏校的时候都教，比如说是陆派啊、影派呀、那个徐派呀、范派呀。我觉得陆派、徐派、影派还都可以，就难的就是那个范派。为什么？范派你得宽。你说，我们说徐玉兰老师的徐派，他其实可以跟真假嗓子去衔接的唱。也可以做到，影派它的区域比较低，陆派它的区域也比较低，范派它区域高，而且它还是宽，没有说它能够用小嗓子能代替它发声的，它代替不了。所以我记得那次刚开始学范派的时候，哪怕是学回十八呀、楼台会啊，最简单的哪一个喜当宝当送衣柜，我就觉得这个大嗓子太难唱了，我就觉得我高音根本就没有，根本就上不去，所以我这个阶段我的情绪是蛮低落的。对你来说也太难了，因为你原来唱京剧的都是假声，是吧？对，带着的嘛，又是。是啊。就包括花旦嘛，你又可以本嗓，对不对？对。唱这个范派那种敦厚憨厚那种宽嗓，你最起码你这个宽度出不来，觉得一下子练不出来，就说你身段。我从花旦身上我硬一点我还可以，关键就是唱，我这个阶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点消沉。那么呢，我那个时候应该说在学校的时候还是蛮努力的，就是说应该在自己的床旁边放了一个录音机。那个时候学流派啊，真的是一字一句每一个小腔都是按照他的
他的来，真的可以说是字字句句每腔每调就跟着老师怎么唱我怎么来，老师怎么个发声怎么个样，每一个小腔都学得很像很像的。那是在学校里面，我记得我的第一出戏就是楼台会，我那年就是期末考试也是楼台会。当然我们戏校的时候是每人都要学各种流派的，对吧？各种流派，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楼台会我能够唱下来的话，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对我来说唱越剧我是有一点进步的，不然不管怎么样，这个流派非常难发声啊。那么在学校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没有任何的流派的这个分工，都学。到了剧团，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知不知道，我们虹口粤剧团它的主线是唱尹派的。小芳老师就那个时候，尹桂芳、尹小芳都在我们团里，所以一回到团之后呢，我记得我第一个角色是尹派。尹派什么戏呢？那个时候小芳老师排了一个《浪子成龙》，浪子成龙的一个戏。那个时候我刚刚去剧团嘛，就是小芳老师的沙漠王子、浪子成龙、这毛遂自荐这种戏，我们都在下面看的。然后下面看什么？一个是看戏，一个是我们合唱，所以在乐池里面看老师的唱。因为那时候演出一个大戏，差不多都能演1个月、2个月这样子，甚至于都是日夜2场的。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每天看，就老师的出场、走几步路、什么表情、怎么样，都印在脑子里。那年我记得最清楚，我们学校我们那个剧团到扬州去演出，尹小芳老师身体不好没去，那么我们毕竟还是年轻演员嘛。到了那个扬州之后，第2天进剧场，我们那个时候住在剧场的后台啊，没有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住宾馆是吧？都后台。那么我还在房间里面，早上起来还自顾自的在做些东西。好了，我们剧团里面有一个老师来叫我，玲玲啊，那个杜团长让你下去。我说叫我下去干嘛？让你排戏。我说让我排戏啊，排什么戏啊？浪子成龙啊！哎，我说我怎么排浪子成龙啊？哎，你先下去了再说。那我就下去了。其实就是小芳老师身体不好呢，就是是突然间才知道的。那么这个扬州的演出其实很早合同就定了的，所以一定得过来。那么来了之后呢，那么好了，明天晚上要演出《浪子成龙》，怎么办呢？先让我们团里一位中年的一个就老师先排，因为这个老师呢，其实跟在这个剧里面呢，他跟尹小芳老师有角色的，有对戏的，戏可能也熟，但是他毕竟不像我们看着几步路什么动作，每一场戏都在上面的，所以啊，就是说排到一半他下不去了，就说下面我不会了。好了，那个时候他们叫叫婷婷来试试，就叫我。而且我们这个领导吧特别有心，他帮我做了一个头套，他背着，所以我从内心来说，我特别感激我们剧团里面这个让我顶戏的这个领导，就是说，可能当时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这么一顶，就奠定了我之后排主要角色的一个基础。因为这个《浪子成龙》这个戏啊比较有难度，他从青年一直到中年，也是从娃娃生、穷生一直到官生，就他的一个年龄跨度和那个行当的跨度啊，还是蛮复杂的。就对我来说，我一个小孩能够把穷生能够演好，小黄老师非常开心。所以我一回上海，小黄老师跟我说：“哎，听说你演得很好啊，跟我演的一模一样。”我说：“是啊，我模仿啊，你这几步路、2步、3步，我一步不落，我就跟你一样的。发声也是像尹小芳老师低沉的。”那个时候的章鱼竹海，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大众剧场，我们那个剧团的有一个戏曲广播演唱会，我就演唱的
章鱼竹海当中听琴的那一场，就是学的小芳老师，真的是我现在有这个录音，听起来真的是还是模仿的很像，天赋好，模仿的很像，天赋真的没办法，真是好。那么确实就是也是一个运气哈。那个运气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您平时的积累细心，在乐池的一直在看，全部都记住了。为什么？还是有心用心。对，那您说的好。那么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幸运。那从这以后呢，其实我们红河乐剧团在上海的一些剧团来说呢，它的人员包括它的演员的配置啊、质量啊，可能跟另外一些团里还是不能变，还是不能不能比。就像越剧，它肯定老一辈都在。对。静安老一辈都在，西雅仙、毕胜芳，还有当时的中生代的一些著名的演员，杨文蔚啊、朱祝芬啊、周雅琴啊，对吧？卢湾也是的，张云霞、小岳英老师、刘丽华老师，对吧？还有我的师姐邵文娟老师，对吧？那么这一波都在，所以年轻演员，我们这批毕业之后分到团里之后呢，确实来说演戏演的少。所以我刚才还在说，可能有的时候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正是因为我们剧团的中生代的这些演员的力量不是太强，所以领导们也非常有信心的培养我们年轻的那个演员，年轻的力量。可能当时呢，也应该说天时地利人和，就社会大环境也很好，就是每一个剧目排出来，你真的也不用去考虑有票房问题呀、什么问题啊，一个戏排出来，总归是还是观众非常踊跃的。所以这个大戏顶了之后呢，从之后的很多年，差不多就相继的来说，每年一个大戏，每年一个大戏的这么排，这么练。那么应该说，我正是和观众朋友们熟悉的，或者说是观众朋友们熟悉我的话呢，应该大家不会陌生，是1984年的夏天，那是一次非常轰动的一次比赛，也就是说，它像现在的这种选秀节目一样的。当时的上海，应该说这年夏天非常的热闹。有一个就是江浙沪粤剧青年大赛的比赛，这次大赛呢汇集了所有江浙沪我们这一批的演员来到我们大上海进行比赛。比赛当然是初赛、复赛、决赛。那么我们剧团的领导也是因为想保证我们剧团年轻演员能够更有可能的去获奖，就是自己岔开流派，那么选送我的是范派。那么那年我记得我清唱是回十八，折子戏是楼台会。现在这个录像还有，我现在回过来看看，真的是在临摹老师，就是范老师的嘴型、发声，都是在模仿那个时候的老师。可能当时的观众对你的认可也觉得，哎呦，跟你像嘞，侬唱的嘎像，就是一个像字，就是一个像字。可那个时候还没说我要这个创新啊、开拓还没有，就是把老师原汁原味的唱腔唱的一模一样，把它学会。就是通过这次比赛，可能是观众朋友们对我认识了。应该说对我来说，我的心里的还有一个非常感激的，应该是小芳老师，因为确实小芳老师，我那时候在剧团的时候，也应该学到了他很多东西，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位艺术家，就是每天他到剧场后台，他不说话，我就看他化妆，看他演出，看他这种严谨的这种对角色的这种揣摩的态度。因为这个时候我记得，就像《浪子成龙》这个戏是郑传健老师来帮他昆曲大家来帮他排身段的，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就觉得在那个时候，
我们领导，我们当时的小芳老师，确实对我的艺术的今后的演艺道路起到了很重要的一步。那么，同样，我的老师范瑞娟老师，在我以后的范派的演绎当中，学习范派的道路上，也给了我全新的一个辅导。那个韩老师，您先喝口水，我让观众的，行，那个观众说唱一段听琴，江江说听琴真的像，很像新阳黄老师，简直分不清。韩姐姐唱一段听琴，还有来自他们都喜欢您唱一段尹派。尹派听琴呢，他毕竟来说比较陌生这段唱，可能很多观众是熟悉我在大众剧场的这个唱，我想就是唱一段尹派，大家熟悉一点，可以都行，只要是就是董王求求，好吧？好吧。那我现在真的是学唱哦，我应该是也是很多年没唱。东瓦悄悄行雨，化作高烧耐心的喜气人人无奈一字，这姻缘把这千步放人真的真只能意思一个起跳的尹小芳老师确实很像，我感觉一听就是就像您说的，受尹小芳老师影响很深。尹小芳老师的那句那个张丽竹海，他最主要第一句是蛮好啊，苏苏啦啦，恰日晚风。落晚松，香冉冉，分明是流水石间中，这分明是我师傅的玉龙雀。哎呀，真像，有点像，真的很这个唱段，因为时间长了，有的时候有点，但是那从起腔到那呀，太像了。其实我那个尹小芳老师的他的影派是很有韵味的，就是很走心的那种，就是跟现在这些唱的那些唱腔，我觉得是有点不同的。因为当时我看他的几出戏唱腔，其实他也是自己创作的，就是说我觉得他这几出戏的唱腔吧，有尹派的这个韵味儿，也有他很深的进入人物心底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几段唱真的是很好听，真的很好听，他的味道很好。小黄老师在舞台上气质也非常好，所以那时候说他碰到一直说你应该是我的学生，真的我这辈子非常非常感激他。对，那就是在接触白范老师之前，对呀，就像尹老师刚才说的，我们也想问，对呀，在虹口肯定是理所当然的呀，那么也有像尹小芳老师，肯定的，那就讲一下您对范派，包括跟范老师结缘吧。应该说，在学校的时候学范派的时候，那时候还没见过范老师。你看我看的第一出小生式戏是《打金枝》，对吧？我学的第一出戏是范派，我得奖是范派，所以说可能是命中的一种渊源吧，跟老师，所以之后的一些艺术道路跟我的老师对我的扶持是分不开的。那么也就是说，
我在红火越剧团每年的一个大戏都是以范派的这种流派的人物形象出现的，所以说我的每一出戏我老师都来看。其实我第一出戏老师比较看完整的一出大戏，我记得是《画龙点睛》这出戏。因为《画龙点睛》这出戏呢，其实它对青年演员的这个要求还是蛮高的。因为李世民整个的这场戏有一场是一个人的一场戏，就又做又唱的一场戏。那么我记得老师当时就是看了这场戏上来以后，就觉得啊，这个孩子从身段、表演、唱、人物刻画是很有潜力的，他非常开心。那么其实我的老师，我记忆当中就是不太夸奖学生的，不太夸奖学生。他每一次对你的这种教和授都是完全从他一种直观的，就是自己高要求严格要求的这个高度来对你学生的。那么应该说唱了范派以后呢，大家知道范派必须要学的一出戏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么我记得《梁山伯与祝英台》，我老师和傅老师来帮我辅导的。那么那出戏辅导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大伏天，是天热。我老师那个时候差不多60出头了，可能有的几岁，60几岁那个时候。他呢比较怕热，就是每一次来跟我辅导的时候，他的衣服里面他要垫一块干的小毛巾，但是呢毛巾很快会湿掉，他再会换一块上去。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当中就是学梁祝的那个夏天吧，我就觉得我老师是特别认真，特别一丝不苟，就特别严格的一个人，就自己亲力亲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小的地方都会帮你说的非常非常的仔细。所以说在我的脑子里面，从结拜、同窗、下山、楼台会，那个一直到最后的这个临终，就他当初辅导我的身影，他的每一个动作的细节，他的用词的解释，我一直记忆犹新，一直记忆犹新。就是我真的当时就觉得每一个艺术家，就是他的内心，他的人物刻画，他的动作，其实他都有内心活动的。因为老师的通过这个辅导，我就觉得，就是每一动作他都有内心独白，就是小动作。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经典对我辅导整个大戏的演出也是对我非常非常的受益的，也是在我今后演出范派、学唱范派、演绎范派的道路上起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作用。那么还要说到的就是我90年的那个人演唱会。那个时候我老师觉得，这一年他去美国没有来看，他跟我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袁雪芬老师也跟我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他也来看。我记得一个情景很好玩，他们跟我说，因为我第一个戏是断桥化妆的，因为为了抢妆嘛，如果说是断桥没有放在第一个的话，片子都不能贴，那么只能说第一个是断桥下去之后马上头剃了，马上改妆，改小生妆，是那个时候演那个小生，我记得是大金枝。那么那个时候尹桂芳老师来看，他一进剧场怎么是断桥？他说我剧场走错了，我怎么今天来看京剧了？他们说不是的，婷婷第一出戏是唱的京剧。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到后台，那个尹桂芳老师还在跟我说，他说我还以为我走错剧场了。我说没有，我只是学过的一些
艺术想展示一下，是这样子的。那么在学习范派的这么多年来说呢，其实我不得不说《三世奇缘》这个戏。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戏？这倒不是说我学这个戏我获奖，不完全是因为《三世奇缘》这个戏啊，作曲老师是何占豪老师。其实何占豪老师他非常熟悉越剧，他本身就是浙江越剧团的一个小提琴手，他只是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之后，学了作曲之后，才留在上海进行作曲的一个作曲。那么《三世奇缘》呢，我就请何占豪老师来帮我作曲。何占豪老师他是非常懂越剧，他也非常就是他的旋律性非常好，毕竟不是单纯的这个越剧唱腔的那个唱腔设计嘛，他同时也是音乐的作曲家嘛，所以他旋律性非常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让何占豪老师来帮我作曲呢，从唱腔的本质上可能有带一点点新意。果然这个戏的演出之后啊，那个直到现在那个何占豪老师也说，当时他说那个《三世奇缘》演出下来，我到后台啊出来以后啊，很多范派的观众啊就围着我骂我，他说何老师你这次怎么跟韩婷婷作曲的？怎么把范派做的一点都不好看啊，一点都不好听啊？他说怎么不好听？他说不像。但是呢，何老师问他嘛，他说好听吗？他说好听。哎，他说好听就可以呀，他为什么一定要一模一样呢？他刻画人物只要好听，只要是这个人物就可以了。其实从这个人物开始，我慢慢的就觉得，哦，唱腔还需要从人物出发。也就是说，这个唱腔里面，这个何占豪老师他说，我之后我跟你说，他说用了一些就是京剧老生的这种长腔的这种运用，用到这个戏里面，尤其是《三世奇缘》最后一段的这个唱，哦，我回过头来去回味一下，哦，确实感觉到就是《三世奇缘》这个戏啊，从唱腔范派本身来说，它融入了很多那个何占豪老师的一些人物、音律，包括他的对音乐的理解的很多东西。到现在为止，我也觉得蛮好听的。因为什么呢？其实从范老师我从学习范派临摹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现在不一定能够很清晰的能够直观。就是我刚开始84年这个时候的范派，我的嘴型是这样的，那一字写到道上，他是这样子的，因为就觉得这样唱是比较像范老师。那个老师是那一字写到道上送你归，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从嘴巴形象，但是慢慢的，我把嘴巴稍微放松了一点，就是觉得从人物也好，形体也好，脸型也好，要漂亮，但是同时也要把这个音量也要学到老师。但是现在你们看到的我的嘴型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也是就是从《三世奇缘》的时候开始慢慢把自己的嘴型有一点的改变。当然我觉得我唱的还是范派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个。绝对认同的，如果要是不认同的话，您就想一件事范老师最后晚年拍了一出越剧电视艺术片《沈园绝唱》，他为什么找您陪唱？如果不像的话，他为什么找您？对因为说到沈园绝唱，这也是我非常感激老师的，因为说实在，那个老师非常喜欢这个人物他要拍这个电视剧，起先在自己家里对这个拍戏这个兴奋这个开心，作为学生我也看在眼里，他非常喜爱这个角色。
但是等到他要拍的时候，确实由于身体的状况、嗓音的一时的一个问题，那么排练时期的临近，拍摄时期的临近，所以说呢，就选择我为老师去配唱。我不能说老师特别喜欢我，或者是偏爱我，不能这么说。我只能说老师是提携我，老师是对学生的一种信任。所以我来说，我也是从内心的来感激老师。那么确实，从这个剧的演唱一直到拍摄当中的学习录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我帮助老师完成了，同时也帮助老师完成了整个沈园绝唱的排练和拍摄。等到拍摄完之后呢，老师非常的兴奋，他就觉得我是一个终身对这个人物有一个向往，我要完成，现在我终于完成了。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戏，既然你已经唱了，你已经这么熟悉了，你能不能把这个戏搬上舞台？那我觉得我义不容辞，而且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从他整个的4集的这个沈园绝唱来说，这个人物、这个唱腔、这个感觉，我慢慢也真的给老师带到了整个的沈园绝唱这个陆游的这个人物里去。我说我完全非常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和这个戏的演出。那么在94年，我非常完整的把这个沈园绝唱这个戏搬上了舞台。我记得很清楚，彩排是在曲阳文化馆，演出是在中国大戏院。中国大戏院那个时候演出，我记得每一场演出门口都有加位的，这是我一个欣慰的地方。还有我最欣慰的地方就是老师每天来看，老师每天来看，因为这个也是我之后我突然发现的。因为那个时候演出我也没感觉，因为要演出嘛，没有说是不是天天来看，没有研究这个问题。怎么后来发现的呢？一看老师之后发的所有的照片，就是衣服都不一样，就我演几场，他来看几场的衣服不一样，我就回过神来想一想，老师是每天来看的，我就觉得真的老师是对我真的太好。同时就是说他也太爱这个人物的，希望我能把这个人物在舞台上能塑造好。对我来说，我也是一个挑战，从陆游的年轻一直演到80几岁的这个陆游的末年的颤颤巍巍的末年。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戏演得非常的过瘾，非常带劲，我就觉得那所有的这个一路过来，你说还有我拍的那个蝴蝶的传说，蝴蝶的传说其实也是从梁祝改编的，这一点我也要感谢老师。为什么呢？其实梁祝是范老师的一个经典，就是但凡有些老师会有点顾虑的话，他就觉得你改成电视剧，你改成蝴蝶的传说，是不是能改好，是不是能演好，而且服装那个情景唱腔没有一点是跟原来是一样的，他肯定会有担心。但是作为我老师，他完全信任这个那个制作团队。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拍楼台会的时候，他跟那个袁雪芬老师到苏州来看我跟范芬，他就要看我们这场楼台会的这个拍摄。那个时候其实我们2个人很紧张的，非常紧张。隔夜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我记得非常清楚。一个，我觉得这两位老师今天来看楼台会非比寻常，因为原来这个经典里面楼台会是非常的经典，他们2位老师又来看我们楼台会的这个演出，所以我之前一晚上我没好好睡，我非常担心，我说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唱的不好，做的不好，什么不好，非常的紧张。
非常紧张。但是这一场的演出，这一场的拍摄，两位老师是在监视器前面看我们的那个拍摄的。拍摄之后，我非常非常记得袁老师一句话，就对我和那个范凤老师，他说你们两个人成熟了，就这么说。袁老师是难得夸人，他难得夸的，就是他要知道，就是说，确实那一次的拍摄吧，我们范凤两个人的戏啊，就是非常默契，可能有之前演传统梁祝的这个基础，我还是要说是一个基础非常重要，有这个人物的积淀的基础和整个人物脉络的一个基础，所以演到这儿，虽然本子不同，虽然唱腔不同，虽然它的整个的演区的道具整个是室外一个亭子里面拍摄的不同，整个跟舞台上没有一点是相同的，但是人物刻画、情绪真的是到了一个点，也拍得非常过瘾啊！他们这两位老师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也一块石头落了地，总归觉得哦，这两位老师特意从上海跑到苏州来看这场戏的拍摄啊，没有让他们就是觉得白跑了一趟，或者是有什么很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有什么很大的不妥，对自己来说真的是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其实我到现在离开，不能说断断续续吧，就是有的时候还在演出，但是毕竟自己一个整个状态已经到了学校，那么没有说经常会演出。但是你留的资料是很多的，这个真的在同时代演员中，真的您给大家留下的舞台剧也很多，包括越剧电视剧啊、金缕曲啊，我特别喜欢的一出戏还有《梅花魂》，我太喜欢了，因为原来陈柏华大师的二度梅嘛都很经典，袁雪芬老师和范瑞娟先生他两位老师演的《梅花魂》，哇，可以说是当时也是非常轰动一时的。梅花魂拍这戏啊，就是还有一个情景，梅花魂拍这戏，我儿子在我肚子里。真的啊？对，因为怎么呢？就是当初梅花魂的舞台剧演完之后，说要拍电视剧。拍电视剧呢，其实电视台整个前期工作啊，怎么都做好之后，怀孕了。怀孕以后呢，我就没敢跟剧组人说。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是有点不太好的状况，医生让我休息，让我吃药。那么我就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来了一股什么傻劲儿，我就跟我身边的一些知道我的一些朋友说，我说我还是非常看重这次这个拍摄的，因为毕竟就是说这个团队已经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如果说我现在不拍，我要等那个生完孩子以后拍的话，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体态、什么状态。我说我这个不能保证，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戏能够保留下来，能够拍好。我说你们不要跟剧组的人说，不要说，其实那时候已经是要我那个卧床了，我就跟身边人说，我说这个孩子是我的，总归是我的，不是我的，总归不是我的。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哪来的这么一股劲。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高龄了，可以这么说，我是36岁生我孩子的，按照一般来说已经是很大年龄了。我就说，我说我要这个戏，我这孩子是我的，不是我的，可能是没这个缘分。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戏得拍下来，就是这种状况，咬牙把它拍下来的。等到，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动作，还有跪步了什么嘛，因为我那个导演什么一点都没说，等到，而且我觉得这个孩子在我肚子里还非常争气，一点反应都没有，只能沉吟有一个感觉，因为有一场重台别这场戏吧，陈莹不是趴在我这边嘛，有一个这个动作嘛，拍完以后他就说，他说排练的时候他就这么说，他说我怎么觉得你这边有跳啊，心跳啊，我说不会吧，他非常敏感，但后来才知道说，他说我敏感吧，我就是觉得你趴在这儿好像这儿有一个什么跳一样的，
哎呀，就这样，怎么并一并就把这个戏给拍下来了。现在看来，其实真的是还蛮值得的，还蛮值得的，把这个戏拍下来。对呀，而且这个戏后来获得了星光奖，哎，对。而且这个戏等于说是也是因为范老师李远老师没留下资料，正好是给越剧又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录像。但是在就是袁老师去世之后，对，纪念演了纪念演出嘛，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但是啊，我现在反过头来感觉一下啊，老师的这个重台别的戏啊，他这几段唱腔也特别过瘾，因为啥？他从音域来说，他非常饱满，而且就是从版式来说，他说轻版，就难度很大。就当初我排这个戏的时候，为了纪念袁老师嘛，排这个戏的时候，我当时其实已经有离开舞台蛮多年了，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硬骨头我不一定能啃得下来。那陈俊老师说你可以的，但是只有一个要求，婷婷，你一定要原汁原味，一句都不能动，一个音符都不能改。他说只能这么唱，你能唱就唱，不能唱就算。真的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压力的，但是呢，演出之后呢，其实那天艺术舞台演出完这个折子以后，我非常的开心，我就觉得这是老师早期的一段，或者是一出也是非常见功力的一个折子戏，就是我能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能够跟观众演出，从唱方面还是比较完整的体现老师的一个唱腔。从这一天演出之后，我真的还蛮开心的，觉得虽然离开舞台这几年，还能唱一唱翻拍，就是这天演出完了以后还是蛮开心的。对，绝对的，你看，包括没办法，功底在，再加上您虽然教学了，但是您教学中，您想，你肯定也要经常唱啊。是。那么我就觉得在教学的时候呢，其实作为我来说，当然是毫无保留的。说教学之前，我们还是想听一听您给范老师更多的，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中。我们知道，范老师是吧？今年离我们而去了。对。在上海，应该说您近水楼台给了范老师，肯定是接触的比较多。对。给我们讲一下从刚认识这么多年难忘的事情。观众也特别想听。我就觉得，我特别应该说是敬佩我的老师。大家也许不太能理解我的一种心态，甚至于我敬佩的程度有点怕我老师，真的有点怕。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是源于他对艺术的严格。就说我从师从我的老师去他家里学戏，可以说你在学戏的那一刻，他不会说是一种很放松的一种情绪，一种保持一种就是非常严厉的这个要求的。而且我老师的情绪他性格有点急，就是一次两次做不好，他就自己上自己做自己，就那种情绪反馈给我了，我就觉得我要做好，我做不好老师要急，或者我做不好老师要不开心要发火，就是有这种状态。所以真的，我看见我老师说真的，我是有点怕，这种怕是觉得我怕自己做不好，就是我怕自己辜负我的老师，就他这么一遍一遍的教你，你还不能把他教的东西体现出来，我是怕这个。就是每一次去他家，他教我，其实有的时候新戏的排练，新戏的唱腔，我都要一遍一遍唱给他听，他都一字一句的来跟我掰，来跟我唱腔，来跟我就是理，来跟我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真的能感受到老师对艺术的这种一丝不苟。
就是我记得一出戏就是《天长地久》一出戏，其实这个唱腔是比较原汁原味的一个范派的唱腔的一个韵味，但是呢，作为老师，他跟你辅导的时候呢，我老师觉得说这个你要这么唱，这个你要，他不是这么说的，他一定要求你把这个人物要跟我唱出来，你不要说这个像我，不要，你把人物跟我唱出来。因为作为我来说，我要唱的像你一点，我音色像你一点，他不，你要像人物，你要像这个人物，当然你的声音要阳刚，他是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我一直在要像老师像人物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次去跟老师做着一个业务的一个汇报，但每次去就觉得我怕做不好，就特别的紧张，特别的忐忑。那这是老师教我时候他对我的这个情绪，但是老师一旦说唱好了，吃午饭了，或者是留在他家吃晚饭了，那个时候啊，他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好东西往你碗里接，好吃的给你吃，他省鱼人嘛，省鱼的小花生啊，糯米啊，它好吃的反正都会搬到你这儿，让你吃，让你尝。这个是我们家乡的，这个小花生很好吃。这是我们家乡的一个什么面，放几个鸡蛋啊，很好吃，很好吃。哎，多吃一点，你不吃就没力气尝。就那个时候，这一刻，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的这么关心你，就生怕你吃的少，生怕你不吃，就要关心你，给你吃。但是相反，他对他自己。吃东西从来是不讲究，很马虎打破，他随便饭汤淘一淘也就吃了，或者随便一个面吃一吃也就吃了。他的生活里面啊，你只要一进门，谁啊？顶顶啊，接下来第二句话就是洗，他不跟你聊家常啊，不跟你聊的，就到后期到医院去看他只是跟你多了几句，小孩好吗？爸爸好吗？妈妈好吧？再接下来也是，最近演出吗？也是这个。所以说他在一直以来，就他在你专业上的一些要求啊，他是随时随地的。就给我的感觉也是的，老师对自己也是非常严格，到一个地方就把腿靠在那儿，他跟你说话。有时候我要去跟老师，比如说今天一个外来的一个剧团在上海演出，那个时候也蛮多的，外来剧团请上海的一些老师去看戏，很多。那个时候就老师说今朝侬陪我去啊，我说好，那么下午跟他上完课要陪他去了。那么他第一概念，我要找一件衣服，今天要出去了，好看一点的衣服，橱里面很多老师漂亮的衣服，但是他找不到3分钟以后又去想戏了。又想戏顶呀，你这个戏怎么样？这个戏怎么又跟我想戏了？临到最后，总归挑不到他一件非常称心或者漂亮的衣服穿，总归又随随便便拿一件衣服又走了，甚至于就是说跟你说戏要说到来不及进剧场了，来不及看戏了，咚一路跟他小跑，跟到剧场，就这样。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他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就是唱戏，他可以忽略任何东西，这就是我的老师。但是他在专业上是绝对不能忽略的。我就刚才说在沈园节上这个天天来看戏，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因为有一把剑，这把剑就是10年重逢一开幕，陆游带了一把剑，这把剑我当时跟老师说，我说范老师，这个剑其实可带可不带吧？其实我就说。一开场，我带了把剑，等幕拉开之后，我就把剑卸下来，给了旁边的一个书童，就这么几秒钟吧，我想30秒、15秒，就这么，他不。后来我们导演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吧，老师天天来看，每到这个时候，他一定在侧目看你这个剑带没带。我说为什么？老师当时排练跟我说，他说这个剑怎么能不带？他是代表这个特殊人物的一个身份，他是爱国诗人，也只有这个情节能够体现他，因为他又不武不打，对，他只是一种情感戏。那么怎么体现呢？他是爱国诗人呢？他是爱国呢？他是这么一把剑，他这种小地方一定要把这个人物发挥到淋漓尽致。他
就是这么一丝不苟，一点点小地方都不会放过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跟老师这么些年，其实老师给我印象当中，他万事都可以马虎，唯有舞台上他是丝毫马虎不得。平时可以随便穿什么，但是在舞台上一定要讲究，一定要考究。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在我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叫正能量，真的不错。从我老师身上就是看到了这个正能量。所以就是说可能也是和谁在一块儿时间长了，偶然会有一些老师的这种性格上面的一些痕迹在里面，就是对自己比较忽略，对那个自己的学生都非常的好。那我问一个比较有点难，也不说多难度的问题，我就想知道当时您从舞台上，因为范老师是很热爱舞台的，您也是从舞台上突然就是离开舞台的时候，我想知道当时范老师是什么感受？范老师最后一次看我的戏是05年在大剧院演出的那版《交响乐梁祝》，他跟袁雪芬老师一起来的。当初对我来说，我为什么拍这个戏呢？我就觉得可能梁祝范原版的那个梁祝，在我心里也是一个情节。我就觉得除了范父在舞台上经常演出的范原版，那个时候除了电影的时候，基本上后面就不演出了。而且我觉得从音乐来说，小提琴协奏曲它的每个章节跟我们戏里面每一个场子它是互通的。比如说我们草桥结拜，它也是草桥结拜；三的同窗，它也是的，一直到最后，对吧？它当然没有临终，只有楼台会，最后是化蝶，就是它的很多音乐可以融在我们这个戏里面的。所以说我当时就是排了一个小提琴协奏曲。那个时候我记得，中央的电视台那个新闻栏目叫什么？戏曲采风。戏曲采风来了，就是把当时这个演出非常珍贵的资料留下来，就是这两位老师来看我演出。演出完了以后，我老师念了一首诗，哎呀，非常的感动，而且袁老师也对这个剧本、对这个演出报以非常应该说非常满意，因为我们保持了原著的原汁原味，包括唱腔，除了音乐当中的一些衔接和那个交响乐的一些衔接，这是老师最后一次，应该说剧场里来看我的戏。之后我是06年，正式差不多就是演戏演得很少了，剧团也有种种的一种原因吧，也改制了，改成文化公司了。所以我自己本身来说呢，内心想演，但是可能种种的原因需要整个的演出班底呀，需要很多的一些方方面面跟演出有关的很多事，可能作为一个人支撑的这个文化的一个公司，觉得很有难度，所以没有再去触碰这个粤剧这个演出。但是呢，确实我老师每一次看到我也说，婷婷啊，你有机会你还是要演出的，你一定要演出，这个不能放弃的，一个演员一定要演出的。所以这个话他一直我说老师，我说我一定有机会会演，我有机会我一定会唱。那么之后也就是因为老师的对我的这个要求，我想我一个人演出的这个可能性，要一个好的班底演出可能会比较有难度，也就是老师的这个教诲，我想我不能单个在自己这个公司里面为生存去做一些我原本自己内心不太想做的。比如说我那时候我会去做话剧，
赚钱嘛，要养活自己嘛，养活这个团队嘛，对吧？那么直到10年的时候，我选择到学校，因为学校毕竟还跟教学还跟粤语有关，我还能唱，所以我又回到了学校。所以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再去看老师的时候，老师非常开心，他还会问我你要唱，现在学生怎么样，教学怎么样？就从那个时候，我又跟老师可以谈论同一个关于范派、关于演出、关于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又回到了原来的一些话题，因为之前已经是到体制外了嘛，对吧？那么在我内心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来说对不起老师的地方，也就是说老师当初还能够很清醒跟你交流的时候，他就说婷婷啊，你办一个专场我一定来，我哪怕坐轮椅都来。我说好，但是我嘴巴里是答应老师，行动上我真的这几年没有去做。什么原因呢？我就觉得可能就是随着这整个的演艺道路过来之后，慢慢自己也到了一个这个年龄，其实对艺术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之前，也就是小郭你刚刚说的，我现在谈了之后，若干年之后可能会觉得现在这个年龄谈这个话题，一个青春一个年轻可能有很多可看性。可是现在我回过头来看我以前的这些戏也是这样的，青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狠劲。对呀，26岁你就举办专场了。但是有很多表演的细腻东西，我觉得作为青年人还是当时是缺口很多气的，就我就觉得，如果说我再要办专场的话，我怎么体现，我怎么能做得更好，就这个也一直在纠结。就是如果说我要办专场，我一定要突破自己，我自己的现在强项是什么，我现在很能做到的是，就是一直想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又想有种突破，所以呢迟迟没有把这个事情真的能够完成。所以当我前年的时候录制专辑的时候，我就把它带到老师的床边，我就给老师听，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这是我唱的一些什么唱段，里面曾经有你的一些传统的戏，包括断桥，包括曹哲以洛神，还包括那个梅花魂。其实我能够感觉到老师当初在听，其实他内心非常非常的开心，他就觉得这是他当年的一个戏，这是当年的唱腔。我就跟老师我说老师你还记得吗？记得那个时候我这个专辑录好之后去跟他交流呢，就是这个说话已经不是太利索了，他只是能简单的来跟你做一些交流，但是呢他会知道要他听，而且要把音量给他响底，一边听好，他说我还要听。就是我以前就跟他说，老师你还记得梁祝、奎十八、娄彩辉记得吗？记得，他始终是记得，我相信他的脑海里一直都是这些舞台的这些形象。哎呀，我最后做了一个事情，就是我把我们学校最小的一个学生带到我老师那去，因为我就觉得我老师可能身体的状况就是会非常的不好，那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唱范派的我这个学生，没有看到范派的创始人，没有看到这位艺术家，真的对他来说会是一辈子的遗憾。那天我也生病不舒服，我坐在轮椅上，脚不舒服，因为说好那天去的嘛，到华东医院去嘛，我就去，那个照顾老师那个阿姨她吓一跳，你怎么回事？我说没事，临时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不能耽搁，就是一定要让他们看看我这位老师，就让他觉得我唱了这个饭牌，我要看到这位宗师，对，就是亲眼的看一看这位老师。那么我觉得，我觉得我做的还太晚，应该再早一点，让他们更感受到这位老师他是怎么用一种状态来教我们的。其实前1、2年我就应该把他带到老师的身边去，因为我特别在乎老师的一些想法，就觉得老师他可能会不会忌讳呀？我带一个学生过去或者怎么，就我会其实我对老师特别崇敬，我会在老师面前会想很多，所以没有之前做的很早。所以当老师过去的时候，我估计这种遗憾你可能更能感觉到，更能。其实就说在我感觉当中，就像现在一样，我根本没有感觉到我老师离开我们，因为他在我眼前一直就是生龙活虎的，就健步如飞的这种状态一直在我身边，而且他的这种怎么教我，怎么都你眼睛一闭起来都是他的这个形象。所以到今年的年初，就是听到老师身体不好的话，一直到老师去世，一个是不太相信，人家说人固有一死，我不太相信我的老师也会像常人一样真的是离世，非常的，到现在也可能感觉到，对，非常的悲痛。我我一直觉得老师还在，但是有的时候想想，你看他在医院待了这些年，不管怎么样，他在医院的时候，我还能够去医院看他。现在他离开了以后，就是我连这种一直想走这条线的，我去医院的，离这种愿望，其实都不能实现。我就觉得30多年的一个师生的一个情分我就觉得其实我在我的概念当中，我老师没有去世的，一直一根线还是连着，一直还是连着的。其实我这人胆子很小，就是我老师去世那天，我赶紧过去之后，为我老师和他的媳妇一起为我老师擦拭身体，穿好衣服，一直把他一直送到那个太平间。按照我原来的这个心态，我是很害怕的。其实我在家里害怕到什么程度，我都一个人不愿意在家里待，我就觉得害怕的，我胆子特别小。但是这个时候我没有一点胆怯，我就是觉得他像我的亲人一样的，就是我在为自己最亲的亲人在做着最后的他的一些后事，我一点都没有害怕，而且我觉得老师非常的安详。那么对我现在老师今年3月份离开了我们，其实我内心来说，时不时总会想，总归还要为我们的范派，为老师这么些年这么兢兢业业来教会我们的范派，还要做一些什么。所以只要有演出，只要有演出的机会，我相信我还会全力以赴的去演绎我心中的这个范派。所以最近对，说到这儿，我们一定要说到纪念范老师的专场。真的，你们所有的师姐妹啊，那种真情，真的是现在想起来，哎呀，你们不仅是在演出，真是几乎对范老师那种真的。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几个姐妹都非常团结，就是整场的演出，一种严谨，一种自律，一种姐妹的情，一种对老师的情，完全体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导演的安排，只要对这个演出有
有要求，可以说我们范老师的学生没有一个说一个不字，就唱腔，整个演出你需要我怎么，你需要唱哪一段，你需要我台上做一些什么，真的都是全力以赴。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越剧，这么多的姐妹，我范老师的这么多姐妹，我想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对我的师姐师妹们非常的感激。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老师教育我们，也是一个老师传承给我们的一个美德，一个美德。前几天那个方雪文也陪他去看一看我老师，有些观众也说，哎呀，他说，见到你们俩拍的照片啊，还有你们在就是你刚刚说风范的这个演出，整场演出这么感动，就是确实能感受到你们范门子弟的这种力量，这种情分，真的是这个样子。哎呦，其实我不想说，但是我还是想说，梁祝，你演的是山伯临终，对，我感觉那个时候您的绝对是百感交集，不跟任何一场的山伯临终都不一样。因为那场演出，我应该说是字字句句真的是不敢怠慢，就是通常来说满工满调。其实那天的演出，我可以说我字字句句真的是不敢怠慢，以至于就说把所有的气，应该说都怎么说呢？就是所有的饱满，所有的气，所有的情感，都融入到这个山伯临终。因为山伯临终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戏对我来说太有情感了，太有情感了。所以我觉得在演唱也是在感受老师，感受这个艺术的一个伟大，这个流派的一个。对呀，因为山伯临终看到这儿动情了。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呢？山伯临终是范瑞娟先生和秦时周百才首创了闲暇调。对，您那天的演出的，您应该知道，那肯定纪念范老师的。山伯临终，那种情感，多种的感情，确实多种情感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也是对我情感的一种撕裂，对老师的一种别离，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又是一种不舍，所以呢，我知道范老师是一个非常乐观而且一直积极向上的人。对，所以他希望你们弟子真的是范老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正能量。对，所以接下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您现在从舞台走向讲台，对学生这种其实更累。我感觉到教学要比你在舞台上演唱出更累。对，这种你看，特别是有的学生水平但是这个也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所以说，接下来就是讲到范派的传承。您对范派的传承，我是这样想的，因为现在很多在教学上，都希望有种突破或者创新，但是在我的教学理念上，你在中专，在刚学戏的时候，我真的是主张原汁原味的传承。所以我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说去改变一下范派，我去放一些我自己的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是学的时候，学生就是一个临摹，他到一定的时候会有一种创新，但是在学校的时候，你一定是原汁原味的传承。所以说，在我教学的时候，我一直跟同学们说，我说我现在怎么教，但是你回去听录音也好，看表演也好，你一定要去看范老师的，要听他的唱腔，你才能学得更好，而不是听我的唱腔。我不太同意，就是说我现在怎么唱，你跟着我唱，我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
怎么说呢？一种做，因为我就觉得这样对他们来说太快，他们还得确实的、扎扎实实的把这个流派的真谛，把这个流派真的好的东西得掌握好，才能楼梯才能上得更高。就是我在传承教学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我从来没有说我之后学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乐楼台会，我的感受是什么样？你现在根据我的感受，没有的。所以说，传承还是要，我教学的传承还需要原汁原味的传承。我希望是这样，我也是这么做的。当之无愧的范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真的是说的太好了，真的是刚开始打基础就应该是这样的，对，标准。因为我觉得你刚刚开始要把你的理念教给他的时候，我觉得像老师教给我，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没有100%或者非常完整的像老师了。如果我们再变的话，那么又有变化了，对吧？所以我说，我们要把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我要原汁原味教给他，还要他再去听老师怎么唱，不要听我怎么唱。我们可能有新的想法或者新的一个舞台经验，对这句唱，对吧？但是教学生一定是原汁原味，尤其是唱腔、韵腔、流派的特征，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学生走也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对啊，积淀就像你说的，像上楼梯一样的，积淀到一定程度，它自然而然的就有。对，这是对传承这一块的，我们也期待着韩老师可以教出更多的范派的学生。谢谢。但是呢，我们广大观众还是知道，接下来韩老师有什么计划？接下来，因为我们戏校呢，就是这几年都在做着这个戏曲传承。当然，这个传承不单单是我们的粤剧京昆比较侧重一点。那么近期呢，我在跟方亚芬排一个折子戏。这个折子戏对我来说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挑战。为什么呢？它是《西厢记》的这个愁云这一场戏。昨天我在排的时候，其实也感觉到了，就是以往大家认识或者感觉当中的范派，可能是老师之后的一些著名的一些剧目，比如说《梁祝》、孔雀，这个那个祥林嫂，或者是那个大金枝这一类的，或者也有别的一些阳刚的一些唱腔或者戏。但是呢，这个张生这个人物呢，其实他也有着比较独特的一种表演的特色。其实我的老师在早年，他跟袁雪芬老师很早就排过这个戏，这是只是现在对周总理钦点的最早的，只是现在就是说只留下他的这个录音照片，影像没有了。所以这次呢，我听了老师的录音，把老师原汁原味的录音学下来，那么还是跟原派的花旦我们的粤剧名家原派的名家方亚芬一起排练这个折子戏。所以对我来说，从表演上尤其是表演上是一个要自己要突破的一个方面。那么这个戏呢，近期在排，今天我们也在排，早上也在排。那么在今年9月份，在东方艺术中心有一场演出。这个演出呢是为了到香港大学预演，香港巡演做的一次预演。那么我们今年10月的6、7、8，那么还在香港的大学演出。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进行演出。那么作为内心来说呢，其实我还会有关于
范派的一些想法或者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一定会把我的这个想法排到我的工作计划当中。无论是年底明年，我想我的内心来说，跟范老师的跟范派的这根情节这根线是永远不会断的。虽然现在是当老师，有的时候还会做一些行政上的一些工作，但是我想我最最擅长的还是范派，还是要多唱范派。有机会我一定会多演出。希望各位喜欢粤剧、喜欢戏曲、喜欢我的观众支持我，喜欢我，也谢谢你们长期或者是今天耐了这么长的时间听我讲了这些我的一些艺术经历，也非常感谢你们。其实呢，我给观众是一样，更应该感谢你，因为呢，平时我们都看舞台上的演出，生活中这样面对面交流，听你讲好多幕后的故事，这是真的是更为难得。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一番话，这也是我想说范瑞娟先生在天之灵也是特别想看到的。就像刚才观众也在讲，也特别希望您可以早日再举办专场，这也是对范老师一个非常好的怀念和纪念，对吧？所以说，你看刚才你讲到香港演出，我曾经看了香港的有一个朋友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他给范老师的情缘对。然后后来你又带他去见，对，真的是我感觉到粤剧，是我们香港，包括在海外美国、澳大利亚，好多都有我们那个。对。您对这个真的做了很多很多，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上海是上海是粤剧的一个土壤。其实作为粤剧这个剧种，全世界各地有很多的观众，香港包括世界各地有很多喜欢。我觉得只要喜欢戏曲，只要喜欢我们粤剧的，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维系我们之间的这个情感，去支持他们，或者他们也会支持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因为我就觉得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民族戏曲到了大家都要去传承，需要去了解，就是去传承这种爱国自信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更要站在我自己现在的这个位置，为教学、为传承，只要能做的，我觉得我都应该去做，其实像现在传承，我们戏校到香港中文大学，其实他们侧重的有些是京昆，但是我还会孜孜不倦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不管京昆也好，那个京剧也好，昆剧也好，地方戏也好，只要有人喜欢戏曲，都是好事，并不是说你只喜欢我粤剧，别的都能喜欢。其实这几年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送老师去上课，很多都是京剧老师。我就觉得只要这些学生想学，只要他们愿意学，哪怕他们学京剧，哪怕他们学昆曲，都是一个好事，都是因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喜欢我们的戏曲才会兴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欢我们的戏曲，我们的中国才有希望。如果说我单单局限于我哪个人喜欢我粤剧，我只服务粤剧，我觉得这个局限力太小，还是要喜欢戏曲。我就觉得像你们这个年轻人，真的是这么为我们戏曲的传承服务也好，去孜孜不倦去这样工作也好，我也非常感谢你们，因为这个是非常任重而道远的一个工作，或者一个宣传，一个传承。因为毕竟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比较忽略了这方面的一个教育。确实戏曲又是一个非常优秀
中国不可缺失的这么优美的一个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国家也很重视。对啊，如果说是我们作为年轻人来说，在这个方面忽略的话，其实你国家的软实力，包括说你年轻人对爱国、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一种自信的缺失，那我就觉得你国力再强大，小青年对这方面是没有一种自信的话，你没有一种自信文化的话，那也缺失了我们下一代的这种爱国心态。我觉得这是一定要的，对吧？呀，说的太好了，韩老师。然后不真是你现在真是不敢喝点水，喝点水。哎，非常感谢韩老师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但是呢，知道你很辛苦很累，但是还是希望呢，你能给我们，再哼唱几段吧，范派的、喜庆的吧，比如说，唱《孔雀东南飞》好吧？好的，好的。唱《娘子你笑得美》好吧？好。娘子，你笑得美耶，红炉灶在香囊，娘子端坐在上中央。伴着面前思笑，连日红来笑也香。这清真寺脚绣鸳鸯，家衣纱帘十书香。碧落带青丝人，娘子的真子是无上。深山去过人江早，哎呀，其实韩老师，我特别想问，您就看讲了将近2个小时了，其实嗓子已经包括排练，你们现在还排练，这嗓子啊，要说已经很疲劳了。但是你为什么张口唱的时候，这种真的是很轻松，让人听着又很那个，我就感觉到这绝对有诀窍。我希望真是我能够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能为大家多唱翻版。因为这种，如果说你对我的鼓励，觉得你听听你还能唱，你还唱好，可能我还有这个信心去唱更多。绝对的，真的是今天特别的感动。但是呢，我们聊了很多，但是您也知道，您自己刚才说了蝴蝶的情缘啊，范瑞江老师也是非常喜欢蝴蝶。对。梁祝我们不说了，可以说是越剧的代名词，对在海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最后我们结束，我们还希望以梁祝结束吧。您再给我们哼唱几句梁祝中的，几句就行。知道您很辛苦，因为这是一个很完满。唱那个，还是唱罗彩会，还是唱回十八？都可以。啊。可以，好，哪一次？好，那唱楼台会啊。那一日先到道上送礼归，你是家与小菊妹，上庭上面做的妹，与兄是
了。哎呀，非常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戏语戏园，给我们又讲又唱，真的，作为北语的传承人，我们也期待着韩老师的越剧名家韩婷婷老师下次的直播，我们也更期待到有时间，韩老师可以带着学生教唱直播，让我们更多的人来了解学习我们的范派艺术。好，谢谢你对范派的支持，谢谢韩老师。那给一直陪伴那个手机前的那个观众朋友们，感谢道个非常感谢手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陪伴了这么长的时间，也听我讲了有关我的故事，非常感谢你的支持，非常感谢你的耐心希望你一直喜欢戏曲、越剧、范派，谢谢。谢谢韩老师，我们也期待着韩老师下次的做客戏园直播。谢谢戏园项目，谢谢。观众都非常爱您，说您辛苦了，讲了这么多。谢谢。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再次感谢，谢谢。